死而復生的廣告人生。時代嘅變遷同文明嘅進步，為各行各業帶來咗好多新生命，唯獨係廣告呢味嘢逐漸走入死亡。有邊個唔知廣告界死氣沉沉㗎？個朵一早臭晒啦，個個 OT 到想死，工作壓力大到死，仲邊會有人老虎頭上捉虱乸，入行送死㗎？不過4天工作制嘅出現，就係廣告界起死回生嘅機會，令廣告人生死而復生。我哋會一步一步俾廣告界老闆們知道個死字係點寫。首先，我哋會喺廣告公司嘅集中地鰂魚涌同觀塘佈置一堆假屍嚟打開 Flash 嘅瀏覽密碼。鰂魚涌 case 都見到死屍，總做廣告死撚梗。廣傳俾大家知最近嘅廣告界死況慘烈，引起大家嘅猜測同討論。當消息滲透到各個地方之後，我哋將會騎劫1年1度嘅金帆獎典禮。每年咁多廣告老闆出席，呢個絕對係推爆4天工作制嘅好時機啦！由典禮邀請卡嘅背面開始，我哋會放入一啲小提示，暗示死而復生嘅滋味即將來臨。到金帆獎當日，大家就會發現參加廣告典禮變咗參加廣告葬禮。喺進入正式會場前嘅走廊，會佈滿白事花牌，充斥住打齋嘅歌聲。廣告真悲秋秋萬寶路。走廊嘅兩側會展出各種廣告人嘅死相。忙到了你全無了毒症死，你明朝西客兵跳吊頸死。俾啲老闆睇下冇4天工作制嘅廣告界廣告人到底有幾死亡。但行業嘅死亡唔代表失去希望，到達走廊嘅末端就係令廣告復生嘅開端。一直唱打齋歌嘅喃嘸師傅會將長劍一嘢劈落地下，擊破廣告連肉，同時地面嘅 LED 屏幕亦會播放特效，燃燒出4天工作死而復生。行一條走廊嘅時間，老闆們足以體會廣告人廣告界嘅從死至生。推廣用4天工作制，令滅色咗嘅廣告界得以死灰復燃。知死未？很死未？死而復生嘅滋味。